嘅無線信號。問題係普通人冇咁嘅保安意識。如果你覺得你道門係鎖咗，你好安全，咁你就會好安全去瞓覺。但係原來會有人隨時入到嚟，同你一齊共用個洗手間，或者同你瞓埋同一張床。咁呢個係一幾恐怖嘅事嚟嘅。一個人入咗你個網絡啫，就等於入咗你間屋企。咁跟住咧，你屋企裏邊可能有好多櫃。如果揾得到一啲係可能冇咁保安咁好嘅，咁可能佢就入到佢嗰個櫃，攞到裏邊啲嘢咯。專業資訊保安協會一日喺樓上準備咗2個網絡，信號強到樓下都收到。一個冇加密，一個就加咗密，示範有乜嘢後果。冇加密到嘅話咧，就可以好容易入到你屋企個網絡，咁跟住可以再進一步去，譬如話掃描下你屋企個網絡。呢個樓上嗰啲檔案嚟嘅，咁譬如話我開其中一個檔案啦，咁其實已經可以睇得到裏邊嗰啲嘢嘅。咁如果呢啲檔案係一啲機密啲嘅檔案嘅話咧，咁就會嗰啲資料其實會外泄咗咯。即使加密都要講究用乜嘢技術㗎。而家一般嘅加密方法有2種 ，WEP 同埋 WPA。WPA 比較新同穩陣，而 WEP 就係一種比較舊嘅技術。網上影片網站 YouTube 起碼有60條片教人破解 WEP。呢個保密嘅技術係好舊嘅，當初設計無線網絡嘅時候咧，就已經應用嘅技術嚟㗎啦。但係佢喺設計嘅過程之中咧出現問題，咁所以令到我哋好容易破解嘅。用呢個 IV 嘅，佢哋用一啲網上免費嘅軟件，喺樓下用咗10幾20分鐘就截取到足夠嘅資料，好快就破解到 WEP 嘅密碼。咁呢度只要我撳 start 咧，佢就可以進行 attack 㗎啦。你可以見得到咧個密碼咧。我呢個無線網絡咧就設定咗係呢個啦 ，QWER1 就係我哋個密碼嚟嘅啦。專業資訊保安協會嘅調查雖然發現而家70%嘅無線網絡有加密，但係當中3/4係用容易破解嘅 WEP 技術。換言之，全部網絡裏邊真係安全用上 WPA 嘅唔夠2成。用 WEP 加密有幾危險呢？網上搜索到一個英國廣播公司嘅節目，專以實況重演一啲騙案嘅伎倆，好似加裝鏡頭喺提款機偷拍密碼，又或者係偷碌信用卡等等。佢哋亦試過停部車喺一個住宅門口4日，破解 WEP 密碼之後，知道個戶主上網做過啲乜嘢，甚至知道佢訂咗個7日假期去第二度。事後訪問翻個戶主，佢就好驚訝。網上亦有唔少短片教人加強天線嘅接收，好似用隻鍋蓋改裝，或者用個金屬夾，甚至係薯片筒。呢日無線科技商會嘅人帶咗定向天線上山頂，呢條天線接收到幾公里外嘅信號。佢哋話曾經試過喺度收到葵涌貨櫃碼頭嘅無線網絡。好多公司或者私人係冇用嗰陣時咧，佢仍然開着嘅。咁另外就係冇必要嘅話咧，唔好將啲信號咧校到咁強啦。如果佢有保安設定唔好嘅話，呢個黑客可能係你見唔到嘅地方咧，即係可能係好似而家係山頂咁啦。我哋喺九龍區嗰啲信號其實會接收到。公司嘅無線網絡被黑客入侵嘅話，後果可以好嚴重。TJX 係歐美一間好大嘅連鎖集團，旗下有好多零售公司。舊年年初，公司俾人偷咗4500萬個客戶嘅信用卡資料。調查發現，黑客2年半前喺個別嘅零售店裏邊入侵無線網絡，再入侵公司嘅電腦系統。佢哋種下病毒，令到資料不斷外泄。佢哋嘅無線網絡用嘅係舊式嘅 WEP 加密法。呢方面咧，我相信咧係值得香港嘅零售商咧去借鏡嘅。根據外國傳媒嘅消息，係有呢啲咁嘅客戶方面嘅訴訟。如果係證明到係透過你嗰個保安設定唔係咁嚴謹啦，或者你見到嗰個設定有問題嗰陣時唔去補救咧，其實係一個幾敏感嘅地方嚟嘅。我哋隨便搜索都見到一啲商戶自用嘅無線網絡冇加密。48啦，好強㗎啦，喺呢度附近㗎啦，上緊網。個啊，會唔會係你個網絡嚟㗎？係我嘅，係。咦，點解你好似冇上鎖喎？會唔會係比較唔安全？呢間花店自用嘅無線網絡就冇加密，網絡仲用埋花店嘅名，外人一睇就知。
因為你個大氣電波咧係出咗街嘅，咁咧就驚吸引咗一啲熟悉或者啲立心腸比較差啲嘅人，係啦，咁所以咧最好咧就刪咗個名去，等啲人見唔到啦，即係你自己見到得啦，人哋唔好見到，同埋咧加咗保安咧，咁就我哋覺得 OK 㗎啦，唔使驚嘅，無線就唔係真係咁唔安全嘅，不過你就要有咗啲設定先咯。我都好詫異，你哋會突然間揾到我 WiFi 嘅資料咯。咁我完全毫無準備咁樣，即係你俾到我咁嘅信息，我好即係亦該講聲多謝啦，同你哋啊。當然會警惕自己好多啦，知道用電腦係一種唔係話